顶风上头，咱做伙来看每一年的春天甲热天是动物繁殖的季节，而且鸟仔嘛伫即个时期作收。有野生动物诊所收到为桃园一间病院外口凸起来的影仔收，因为这内底的影仔囝无用正确的方式来饲，是真恶存活。所以野鸟学会嘛提醒民众，若要甲鸟仔收清掉，建议会当等这个鸟仔囝离开收了后，通报专业人员来处理。 好影大只鸟一届搁一届一直冲，找无收甲细只鸟仔。代志是发生伫桃园一间医疗院所进行外病太路的修补工程，发现部分鸟仔收。工程的厂商甲鸟仔收刷走，好心的人甲33只细只鸟仔甲鸟仔收送去桃园市野鸟学会附设野生动物，目前是敢若活5只。大概是有33只的小鱼雁，那因为它们多半都是因为经过喂食，所以也是非常的虚弱的情况下，那现在就是其实很多都已经就是很不幸的就走掉了这样。县长发现的是他可能厂商把那个小鱼雁的巢移除掉，然后再做新的黄鸟网。通知野鸟协会是讲，若是看到有人受伤，第一时间一定是打119，请求专业的救援，唔是予伊水也是食物。 鸟仔的救伤嘛是同款，呼吁第一时间通报专业的救援，错误的救伤会降低鸟仔的存活率。繁殖期间我们不要打扰它们也不要移动鸟巢。如果真的要有工程要进行的话那应该先咨询相关的鸟类专家农业局表示，后续会将详细发生的原因加强宣导甲教育。院方嘛感谢好心的民众协助把细只鸟仔送到野鸟学会救治，强调未来会加强宣导教育，咨询专家兼顾动物保护甲建筑的安全，避免伫生产期进行工程。记者综合报道。